我早起才去写，早上我写了书甲恁讲，伊这是要教育的要互伊的子孙知影做人的道理安尼。我是要经上这简诸为启安啦这启安安尼，我甲伊讲啦，讲即句话各位，这真要紧，这做人的道理。心若是先困心如果是先困，光明就出现。做代志实实在在，真坦白无虚伪安尼你的心就是清净，就会光明，光明就会出现。心若是善良心若善良，各位知无？慈悲为怀，袂去占人的便宜安尼，各位知无？安尼真诚恳讲对待。你若是善良，你的道德就非常的明显很显著。你有道德道德安怎？有道德的人，天地都拥护你所有护法拢来拥护你各位，所以你的道德就足明显的安尼真明显就会出现。咱人真诚我们人很真诚，各位实实在在真坦白安尼，无暗藏无虚伪。各位人如果是你是真真正正诚心诚意安尼，你的信用就会来各位你信用人大家拢信赖你。一个人你有信用，各位人讲的话，人马上就欢喜接受就对，袂甲你怀疑的，袂甲你拍借口的，各位这咱人真诚，信用自然就会来。人实在，你缘分就会到位。什么缘分善缘嘛，好的条件、好的运道、好的贵人，迄个缘拢来，直直来，直直出现。所以咱人爱实在，各位。实在，各位你听我讲恁有要修行的人一定要注意这点。咱莫去看别人什么什么状况，免去讲。你爱先看咱家己就对。你家己看目睭，斜倒转来心来看你的心，各位，你用什么心对待别人？别人绝对就用安尼心个倒转来你的身躯就对。为什么你的心安怎？你心安怎想就对，想你想安怎？各位，你讲安怎？安知无？你做安怎？伊会倒转来伊会转来一切为心做修行人爱知影这个道理你爱知影这个道理你唔好糊里糊涂感觉讲我真满意，看到啥我你直念，但是迄个倒转来会转来一个冤鬼一个冤鬼各位，伊无什么优点各位，但是伊有一个毛病，就是暗时爱食葡萄酒葡萄酒一杯，伊感觉真爽快真爽快，伊感觉人生真幸福，真快乐，所以今日要困，伊就啉一个葡萄酒迄罐呢，拢放伫伊的房间，容忍容忍逐工。那时间到来伊就放好便便这个冤鬼摕起来，就拢啉一杯安尼。日子过得真畅咯安。但是突然间伊发觉，伊有发觉就对啦。奇怪，我昨都刚好亲像我啉嘛是一杯尔，为什么伊迄罐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安尼？是安怎？到底是安怎安尼啦？所以伊接受去，有人甲我偷啉一定有人甲我偷啉，好，伊无欢喜，紧呢，甲迄葡萄酒呢，拢甲倒出来，倒放喺另外一个罐无放伫伊个眠床边，结果伊呢放尿放一步搁甲入伫迄个罐我看你外口甲我偷食就好，安尼你就食着我这尿就对，安尼意思结果，伊就问到底什么人甲我偷食安尼偷啉就对啊。结果因迄个佣人就讲我唔敢甲你批评，是我无甲你偷啉因为我知影我要煮要互头家冤家食欢喜，真可口，搁较香，较好食，所以我拢摕来倒一点煮放伫咱的菜内底。互头家食就对啦，安尼啦。结果
怎么想袂到讲，迄头家啊，但伊放肉咧，伊是用肉放伫罐仔内底啊。结果因迄个佣人吼，这个服务人员，结果就拢甲煮菜啊，拢互伊食了。你安怎的心对待别人？结果人别人迄话对待你，你佫倒转来是啉着你家己的啊。在座各位，安尼恁敢听有？听有吗？所以各位，一个修行人格真高尚，修行会进步，修行会得到诸菩萨甲你加庇。原因伫倒是你的心真良善啊！呢，各位，只要有北长，各位真愿意要甲众生结好缘。咱袂故意去找你的麻烦，袂去设计讲要互你陷害你，还是我看你倒也袂顺眼，我来生气安尼，要甲你结怨安尼，袂啦。一个修行人，伊是慈悲的，慈悲各位，慈悲这是咱佛教的根本的精神了，对，根本的精神是伫遮。各位，咱人若无慈悲安尼，直直嫌人，直直安尼讲人。这唔好嘛，你的心就歪错去啊！你的心就是下低下见，各位知无？你已经中毒啊！这个人已经下低下见，有魔敢若入心呢。在座，咱修行人一定要注意这点：看爱看好，想爱想好，讲爱讲好，各位，拢互大家拢有一个希望，安尼各位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想到别人呐，考虑到别人这一点呢，师父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大家互相鼓励啊，鼓励哈，让大家彼此往这个方向好好的来怎么样做一番的观念的修养，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来大家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平等是一切，共发菩提心，同生安乐国。